位伫南部科学园区即座西拉雅自费筛检站，采检的使用对象依照疾病管制署开放部分的民众自费筛检的申请规定，包括因为工作因素需要减负检验的证明，甲出境两类，采线顶预约的方式，当天就用取得报告。如果民众要来做自费筛检的话，我们要先上奇美医院的网站先做预约挂号。那挂完号之后，可以检附相关的文件，那做线上一次付，或者是线上刷卡，就一次付。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线上直接以一次付的方式支付费用的话，可以来到现场。那现场的话，就是以信用卡来缴费。微信的民众呢，他在2个小时内会拿到中文的报告。我们是周1到周6，早上9点到11点半，那预约20位。我们的这个适用条件呢，是依照疾病管制署，它有部分开放的人民众的限制，就是它是激进的，或者是需要检附检验证明的民众，就只有这2类。这座移动式一体化的防疫采检站是由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所捐赠，甲一般户外采检站无同，医护人员伫个正压舱的控制室采检，免受到风吹日晒，甲全套隔离衣的闷热，而且完全袂甲受检者来接触，大大保护医护人员甲受检民众的安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